Go live。佢有啊，未下 YouTube。好啊。OK。แล้วOK，let's start it。各位听众，各在欢迎咱对咱收听变成好嘅节目。这个礼拜我特别嘉宾，希望Clubhouse 唔是 Google Meet 那邊嘅朋友㗎了，有校長阿龍歡迎。sorry 講句，我未記開你麥，講句。笑我咪笑。我媽就靜靜㗎。Hello。真係痛苦啦。了個有我哋都歡迎。地圖係啥？阿三laksa。大嘅哦。喲，驚啦你！個拜清歡迎。ก็ไม่คุณนะ 個道哥歡迎。道哥冇聲。我一場 A 場。哦，แล้วก็參兵歡迎參兵。Hello。ก็Clubhouse 嘅朋友 ，Clubhouse 嘅朋友，我未記換我嘅咧，新 episode 嘅 link。share link，我聽到鬼嘅聲哈，是聲啦。我記得頂過一節嘅嗬，唔是頂過一節，他知道鬼告訴我感覺到我放嘅鬼嘅聲上大聲，我當基本上細聲哈。我聽到嘅鬼嘅聲，聽到。OK 啦，冇講聲大聲啦，冇講就細聲啦。冇講就細聲。background 嘅聲嚇 background 聲對。你現在咪清，我唔是即小寶就冇驚就嚇。你講咩聲啊？你是講 background 聲？你講平平冇鬼嘅聲。我係小英。一驚啦一驚，嚟咱嘅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人知哦。係咪？阿龍嘅厝有鬼嘅。佢哋講到俾笑，等陣我聽。阿龍嘅新厝啊，到啲韓國嘅新厝。韓國新厝，大幾年嘅呢？แล้วก็阿蕉歡迎。สวัสดีค่ะก็上帝幾個件話啥？個有小寶歡迎。你阿威有咩件嚟？你看。咩件？108。你問講，你問講啊！你係考啊，佢哋佢掉啊，佢哋講小寶。我真有呢部件。OK。然後澳洲嘅阿涵。Hello， 我身邊有一個鹹濕龜。衰啊！做咩事咧？我暗時鹹濕嘅嘛。然後佢講話小塔比歡係你。Hello， 我是譚家龜。然後佢Ken 是講啊，我的士唔是。
老卢米是怎啊？葡萄酒。我是葡萄牙。啊，葡萄牙欢迎葡萄牙。Hello，大家好。大家好，OK，这个礼拜咧，我后尾讲上班要讲几告诉因为这个礼拜才特别，这个礼拜咧，人诶出名诶校长本身，家己有几告诉要来讲讲你佢冇掛掉嘅喎，啊，我就係講我鬼呢，有影無？無影啦，幾無影嘛，攏家己啊驚，是啊是家己生日作怪，你確定就知咯，確定往放下你看時就知咯，阿龍來講者，蝦米事？你蝦米事風險？你誒我風險真係寄 message 來喎。我係是足這禮拜整嘅事咯，這禮拜整，拜六嘛，好似是拜六嚟。哦，誒，等陣 before 你 start 嘅時候，我俾下你看。This is my Christmas present. This is my Christmas present. 俾下你看隻物件。哇哦！嗯哼。俾條吉掉嘢啦，跟住這邊就吉掉嘢對面，頭這邊。係咩嘅？得先。腰這邊唔是就吉掉嘢。哦，對。住 design 我請問者，最做嘅工具啊。我係硬，冇以後呢啲我 existing 嘅 design 有時，一部刮掉啦，一閃就刮掉嘢，一部刮掉啦，一時隻碗呢。我只有笨蛋啊！一部 margin，什麼 margin 是硬色嘅，其實。唔係，anyway，我硬好玩，攞嚟啊 ！Christmas 時好玩嘛。你學嘅，能夠念地用嘅你拗。喜嘅字啊，歡喜嘅字啊。所以呢，我邊或者做未點過。特別我好多看，伊個 tray 啊，計下你呢，做一個水嗱，你看到，哎呀，是比較 creative 啊。因為伊好啊，這個 tray 啊，嗬，等陣再 focus。你揾叫對嘅就，乜叫本 A 咩？係就你個 honey 係嘛，個薄嗰啲 tray 你看。哇哦！啱啱做嘅係 ceremony 嘅就。一隻世界。你硬是講白豆要做人嘅話啦，應該是日本人嘅。係咩做人？一是日本人。我哋講next life，接下來一是日本人。未必正是日本人嘅嗬。啊，正是日本人嘅。依隻就 ceremony 嘅咧，有 tray 啦，係咯，係一個刀頂布啦。伊頭頸嗰邊係啲抓定面嘅啊。啊，對，喂，頭頸嗰邊對待伊 tray parallel 嘅 tray。OK。我會講這禮拜幾個數誒，讓別人上班人來幾個數嘛，一人講咧，這幾個數冇10分鐘嘅。OK，這禮拜咧，我咪講嘅幾個數就是阿龍紅險 message 話，講加油，等我看我會 play 你 message 等陣。啊，我你 message 咧係白人聽我聽到我聽到對你 message， 你家己驚，我基本先係冇觀察嗰度。你 message 我係講咧嗬，我佢哋告訴得了嘢就。阿咪了解，我這邊講夠有意思嘛？哦，啦，對，嗱，你係點講嘅？我講了嘢嘛。我是暑假在我同佢講啦，好似節啊，我是聽是禮拜嘅啫，我都一禮拜整咯，拜六咯，係咯，就拜六冇做工嘅嘛，所以啊，我當然講就係人之後話啦，就對佢沉沉啊，係佢等就冇嘢啦嚇。拖的，我就早起請起來了，佢熬。我家己煮滾湯係咯，煮飯食啫。然後伊是下晡1點半咋，下晡1點半咋，天光光嘅就下晡1點半咋。所以嘛，食了佢後啊，去切到頂，有一碗係半碗啲備鮮魚四邊盤呢邊，俾佢洗，係咯，俾佢蒸俾佢崩曬啦就。我是啲廚點樣咧？我是特別歡喜嘅咋。
我哋厝大都是開條電視機，唔是 Netflix 就是 Disney Plus 啊，無論就是 YouTube 你咪放有聲啦，後尾，啊，我厝大都有聲嘅，我厝無聲是袂使嘅咋。所以我暗暝困嘅，點時我本身開條 Golden Girls，聽我哋啲早起7點幾8點嘅咋，我厝是特別有聲嘅咋，所以我嘛開條，啊，然後就是我個心血來潮，我就半夜點時看鬼故事咋，有一個香港嘅一個講鬼故事嘅節目，叫做恐怖在線，了。那出名就真多年就，你有一個主持人，一個 DJ，你常常有請一個 guest 起來個白白講幾個數，講就係香港古早發生過物件，就真多年就，真落一個節目嘅。我嘛看了，我冇咩事咩就，我哋就背下，然後我哋搜喺 Facebook，你冇去注意本啊，你冇去注意。注意嘅，我係愛聲嘅，我厝內底是邊有聲就對咧，我冇去注意嘅物件嘅。所以我嘛食飽飯了，然後我食個咧好食物件，你一直放掉嘛，一直看掉嘛。去放屎嗰陣，你就講我一人大嘛，所以我放屎就開條門嘅嘛，開掉嚇，你叫我個人就空空，我一個人嚟嘛，所以我放屎點時咧，我坐啲西湯位嘅咧，我係看到電視機，就是講電視機本10部啦，我係看到168，安尼到28%咧，我係看到你鏡頭28%嘅啫，出呢邊28%是邊炸掉，邊炸掉嘅啫，所以我咪坐落嚟啦，佢你結真邊喺你邊啊？是唔是？我到啲鏡頭唔會係這邊。啊，就喺你邊咯，就喺你邊。แล้ว我坐落嚟佢後咧，我叫佢做點嘢咋？我就是奇怪，อันนี้我叫佢做是點嘢咋？冇正常啊！伊 music 講話時間咧冇得點嘢咋？啊，我遲到曬啦嘛，我就飲咯，後飲看，伊嗰陣時卡掉嘅咋？我心裏面就講，哎呀，唔知是唔是伊被錄啊？因為有當時 YouTube 嘅那個你嘛就被錄嗰時候。buffer 掉啦，啊，一buffer 掉啊，然後無管伊咯，because 真少數嘅嘛，下晡時都天鬼鬼嗰種，無時我對我啲物件，然後我好時嘅了啊，長水嘅啦，搞掂好時嘅了，我就行出來啦，我一行出來啊，一聲走到啲啊，好奇怪哦，我就喺你頭前看啲電視機咯，無數嘅嘛，係咯，老實講啦，咱我邊啲學緊訓練出來嘛，後面面咩協嚇，冇唔是，後面面件咧我就是有出現到奇怪加刺激嘅。任意鬼性嘅嚇，那個咧落鬼嘅咧，我心裏面想講應該是個鬼魂嚟嘅啦，我先頭先物件啦，就係咯，我嘛看到電視機了，我心裏面想講啊，然後我倒提嗰陣，我倒提結果我就嚟走開，係咪先啊？意思係這個安尼咋？就是講意思對隻 video 上一個 video 咋 ，hello。我倒提個就係驚事，一時點嘢咗，我奇怪了，我都在行到短期，我走卡，一個在這個佢會行到短期咗，特別一時騎一隻呢，然後就行到電視機頭前啊，一時無事咗，順一條啲棒咗，一個你邊啲行咗，我就奇怪了，有可能我按係拄好啦，是唔是？按係有可能就係拄好咯，後來我就想到一樣嘢咗，我就會行我電協調。我被協調看 ，maybe 是，就是講有影是安尼義理嘅話啦，我冇證據咯，就對，我先話轉看嘛，對唔對？但是嗰時我咪笑到亂本啊，各位聽眾，我就亂嘅，我係聽眾朋友嘅啦，嗰時候咁就好嘅時候，我哋有一陣我有 iPhone 就實協嗰陣，我哋協調快啲咧，就協調咧電視機，係啦，我就到一啲行啲，我等你咯，等你行順順咧，喺度倒提，其實我走開時，一個隻騎嗰陣，係啦，倒提嘅我係就已經。之前我就係件事啊，呢首無聲嘅嘢咋，定義咋，所以我夾到出嚟，呢個隻聲我就走到呢，騎個頭正時，呢是順規嚟 video 無數啲啲嘢咋，我你講來回做4個刀咋，4個刀了時人嘅關係咋，你 recreate 呢隻 incident 嚇，就是講如果隻騎個走卡咧，呢就是騎咧就，呢就是我。就我咁先騎咗，我騎到就已經咧，呢冇聲嘢咋，呢佢哋 screen 是 frozen 掉嘅，冇叮當嘅咋，我先喺度奇咯，我已經 send 咗 video 個阿 John，都當佢好型嘅，我唔記得佢度講，然後見都冇影都冇見，我 send 到都看到啲啦，我就 send 到看，係咯，我錄音咯，講佢聽講我發生咁嘅事咯，所以我就冇想我呀1點半咋，係咯，迄個故事講幾個事咋，我。放曬出嚟啊！我看到佢頭前裏面是迄個 skeleton 咗，死人骨頭咗，伊個 screen 出嚟，你看到佢個 video 嘛，就係 skeleton 嘅臉嘅嘛。
啊，我有少驚咋，咁我冇關係咯，貴了你冇關係咯，但係咧我做嗰個發生係咩事啊咋？就落嚟呢個希子冇事咧咋，哈希子一直拜六啊咩，拜六嘛，拜六下晡嘛，哈冇事啊咋，哈所以我就喺度連續兩日、抗日發生，暫時冇啦，暫時冇事嘅，哈發生咩事啫？我就是困嘅話啦，我是一個講，算咗是講伶俐嘅人啦，哈我愛困嘅話呢個我電腦嘅啦，有時冚嘅了，係咯，熬嘅啦4號時了。Q 時好時啊，家己困。叫時啦，我斜白個啦，叫時啦，我家己困咗。我佢咧嗬，我是冚開咁嘅了，拖佢單，佢哋人水水困了，แล้วอย่าว่า remote control 佢人水水，佢有水水咧，係啦，อย่าว่า remote control 知唔知啦？咪我講話就，你叫我第一見日本留意，唔係我講，你唔係我講嘅一句話，你叫答先。日本留意，我唔記得咗。呀，冇，係啦，你嗬，又見我 live 掉，所以後面數網未看到。我去困一攰啊，你就發生咩事？我咪去困咯，冇面見啊，呢就冇面見啊，呢就我困啊，第二早起來嘅時啊，嗬，我個發現到 something is wrong 呢就，我請起來當時，因為我平常時6點幾我咁請起來。然後7點幾佢就請一刀，佢把照啦，然後嗰陣時我有可能幫照嘅陣狀啊，我是所以我大早起7點幾8點請起來，當時哎呀都攰嘅，因為6點成請一刀嘅就，所以呢係正常嘅事，就係呢，係咯，你講即係連續拜六困了，禮拜早起請點時啊，禮拜啱啱困了，拜一早起請點時啊，有時你物件真奇怪，我搞同嘢我就是未解釋掉嘅就。你這是幾日啊？你這第幾日？咩？就是一隻咩？哦，一隻咩？我想你禮拜早起啦，當然。一隻咩嚇？就禮拜早起咯，係咯，一隻咩過咗第二日啦，禮拜啱啱困，第拜一早起咯，就是連續兩咩咯就。哦。連續兩咩咧拜二點時佢就出現一道那個數咗，就是拜三早起咗。我困咗個嘢，我請起來點時啊？我係厝，我係房間啦，當然你看到即係我係房間咯。我會是開掉嘅就。哦，即係唔係發生過嗬？你厝都斷咗一年嘅，我唔係發生過就，就是會可以開掉啦。because 但是講，因為我當時干了嘅可以是幾一趴？冇，就是一趴啊，就是你房間一趴呢，走開我有冚，有當時走開我冇冚本嘅，because 我有當時開到關啊嘛，冇講完準啱嘅啦。所以你走開我未記啦，我嗰陣真係清楚嗰時係咪就是我平常真係對嚟我早困啊，哇成個屁面上困嘢話。我暖困呢邊整嘅話咧嚇，我骨會平逼，而我暖困意嘛，陪單又冇加 egg 又冇爭，肯困嘢啊，伊可以無冚是正常嘅嘛。特別我係你攰難命啦，我真100%confirm，because 冇特別嘅事啫，所以我是爭 egg 啦，佢調情期調時嘅啦，調陪單啦，冚會嘅啦，很好好困又是正常困嘅啫。我唔是 fall asleep 咗，我是 go to bed 咗啫。邊係攰可以嘅啫，特別。禮拜早起、甲拜一早起、甲拜三早起咧，嗬，我可以是開掉就我請嘅事。冇咪就是我可以開曉就。我冇逼住點嗰就。即我唔知，即包我唔知，你冇教我講掉，你是教我講佢哋鬼嘅，所以我頭一條我每日錄就是，你放嘅 YouTube 是唔是你 stream 掉到你電話？ stream 去你 TV， 我是 smart TV 我本是冇意想嘅物件本，我本冇意想，你是唔是用掉你 data 來看？我冇安尼講本啊，落大家我安尼 IT savvy tech savvy 我未有嘅，冇可能咯。因為我是用電視機開嘅，我 handphone 是用到 Facebook 用到。所以我哋想講，有可能你嘅身軀會 affect 到 interference 嘅係 reception 咯呢。我冇換另外一個 video 機嚟看咯，接落來 video 機都冇數嘅咋。哦，แล้วเห็นเลยว่าบทตัวนี้ revisit ดีอ่ะว่าบทตัวนี้我見啊嘛，我บทตัวนี้佢就佢看咗你 video， 我 skip 咗咋，我接落嚟我哋啲放 video 佢咧冇數嘅咋。有如果你我感覺你是上每成嚟看嘛，所以你都唔係話嚟看到本地佢做咩數？我上喺我時都掉咗一部聲嘢企喺個表見到我嘅 skip 咗咯，馬就我就鏡出嚟啦。interact 嘅，我嘅鏡頭先是一出一鏡順到對咗，我是冇話做啦。我倒提出來，試過得㗎啦，冇時間嘅就。接個早開始企，接個就已經是一部聲要就。
所以唔知係咪算南西咧？南西你唔呀？你都會記我啊，有講過講有發生過本嘅店家己開冚你幫基本same case 啊，你講你唔知係咪數？because 你講一點咩樣㗎？伊按照你安尼拄好，我行過點勢你騎，行到這件事你無聲嘅，安尼拄好啊！唔是一刀就，我連續做個4個刀6刀嘅嘢都就，我肯定幫佢啷看嚇。regular process 啊，1分鐘半，我是2分鐘嘅，我是騎學阿 John 看嘅咋，我是見唔到你對我哋啲刀睇，你一聲變嘅咋，伊無變嘅你一聲一騎，對，一看到，我看到嘅是，伊是上個講，伊行我嘅是。伊個 playback 就 OK，特別伊拿回來講，伊 reception 就無好，但係我唔講這是唔是 stream 到你電話位啊，這個辛苦嘅影響到伊個誒 sometimes 我講你講，有當時吼，你安尼看啲物件，規個世界物件吼，對我來講啦。我是想，樣是想我是講伊無相嘅 frequency 啊，伊 existence 是不到底無相嘅 frequency 嘅位，所以伊到底咱電嘅位樣是伊 exist 到咱嘅電嘅位，就是因為伊電嘅 frequency 甲伊人嘅 frequency 較晏，所以通過電來未想要 try to communicate 甲你可能，我是感覺到啦。有可能啦，我心裡面就邊咗，伊有可能是要叫我看下你 video 了咗咋。其實伊 stop 咗嘅。哦，放曬是，嚇，你應該都對佢係一筆聽過，伊唔知我咩 message 哦。我未啲做過，我未必咩就去講聊過別事，即係呢個特別快了嘢。就是偏偏幫你看上我平時錄，我達到啲 clubhouse 啊，我錄咧舊嘅 episode 哦，是唔是幾個數哦？是較濟是無本地嘅咯。特別達到就是我一幫入咧幾個數吼，都有淡薄問題。Clubhouse 走路啦，嗰時條橋啦，嗰時有我。你冇落架實對去啊？下對去啦。你講你食呢是 OK 啦 ，OK， 我買啦。按照我會開起嚟。就是啦，電咯，就是講你電，本是誒特別伊 switch 啦，伊 switch 啊 physical switch 係得嘅，跌去。可能新叫解釋條咧，新叫教路講喺你年末啊面嘢，即係要哋嘅教解釋啊嘛。係咪嘅？但係我看到新叫之嚟就係嘛。佢個數碼咪走嘢咯，特別。係了啊！我講我電視機啊，咩我講？有嘢。我電視機啦。啉水。你就講往古咧往時，我冇用 Google Assistant 嘅，我用 Clover 嘅呢就。韓國嘅啦，你 Clover Samsung 啊，Clover，你叫嘢，我會叫攞咪電話，我叫咧嚇，你叫阿爸嚟啊，咪叫。就伊就download 學 instruction 嘛，對唔對？所以有當時電視機本嚟喺呢就，伊出啲 screen 位啊，伊講嗬，用你嘅 microphone 對到 microphone 講，伊叫你對到 microphone 講，maybe 如果伊聽無到嘛，所以伊就 automatic 對到 microphone 講，伊放一句話出來咁就，所以我這個禮拜啦嗬，我都到幾難打就，我伊講佢咚一按出來一句話就，伊講叫你對到 microphone 講就，係咯，我就邊個去看 TV 啊，我冇叫你啊，冇叮當冇關就，你係講。電視機念到伊名啦，相關嘅聲話啦，因為俾伊條 trigger 掉嘛，對唔對？係咯，我係你邊下當時冇看到電視機嘅咋，我第一件事係有聲嘅嘛，我是聽到怪嘅咋，我戴到 earphone 聽到 music，所以我電視機冇聲是正常嘅，有陣時我係靠佢聲細聲嘅嘛，係咯，冇可能有人叫到你咋，伊可能咚，然後出一句話出嚟咋，然後對到麥克風講話，我話你點啊？你冇叫你啊？做數咧，咁是直接叫路。我當佢，咱係幫下人，可能看人嘅，即係那時你到啲 clubhouse，不是到啲邊啲學 podcast 嚟聽下，攞嚟使佢去邊啲學 .com 嘅幫嘢位，去邊啲學 .com 嘅幫嘢誒，臨邊了我人會幫即個我推即 video 幫佢人看啫。即係幫你 video，你係 post 嗰陣時幫你 video 啲嘢掉。我當佢，我使攏去，我去 YouTube 會看這筆咯。可以啊。好，
我啲其他頭第幾頭先。就係出啲嘅一個設計手法。其實呢部電影嗱點樣係諗到嗰啲美術設計係點樣？咦，我聽到聲，冇唔是講話啦，係。哦，佢就係劇啊，佢隻嘅，有冇聲？你哋咁後生咧，有啲研究院個導演同阿徐克老徐嘅兄弟情。咁成套戲咧，其實就根據龍江以前嗰套叫《英本色》，即係粵語片嗰版本啦。咁其實成間我哋係想同誒。我就啲騎咕咕咯，係騎咯。換而家就冇。我而家搞呢套，而家對兒仔嚟咩？佢俾個劇本我睇。我就 stop 一陣。我換別嘅咋？我學阿長看到嘅是 already 是阿妹攞沙刀嘅咋，頭前我 try 過拿刀嘢嚟咯，上相嘅咋。阿長少俾人抓。你叫南西嚟發更啫，你叫你板東嚟看的，板東是 Sukri， 哎呀，豬，안녕 echo， testing， 南西嗰隻南西，I think 是走去開 video 嘅時候，I think 嚇，你去看你 video 嘅時候。所以唔知咯，唔知是蝦米數，即係是鬼，但冇很解釋。係咪咁嘅？喂，好人真係鬼氣。你對住你解釋我聽咗，我真係好易三節嗬，當然冇啦。當然冇，我當然會開掉，會開掉。冇啦，我是講一季節冇啦。嗰時我暫未幫冇。禮拜尾、拜一尾、加拜三尾啊。有，唔知做咩事咧？哦，早起 ，sorry。禮拜早起，伊唔是開卡比咋，伊是開開。對，伊幾點開都唔知本咋，幾點開都唔知。你都頭一尾是你是個，maybe 我未記卡，有個第二尾個就係。冇嘅，我頭一尾我嚟啲嫌疑啊。哦。禮拜早起我就先嚟咗我嚟啲嫌疑咧 ，because 冇可能嗰咋，我前日 confirm 我困好困嘅，我是冇可能佢就可以困嘅。嗱，你困咗咯，時候 life moves on 咯，時候。你多份咧估啊，一年未？一年較驚咯，今年第二年估幾個月估半年到5年咯。我看你咪南西就特別我當佢甲人講就是，去幫西。唔是，即係我係紅係哦，我第咗一個會大啦。一參嘅，即是我是寫到咩 peppermint 嘅 tea， 然後我咪就講 OK， 我嗱我冇好食啫，maybe 裡面 peppermint 嘅 tea OK 咯。你係點我就是參嘅裡面有人參嘅 tea， 一直到泡人參嘅 tea。我變咗這是真酸嘅味呢，可能唔要緊啦 ，OK， 我一日下年我就就配到食。南西講話。你上帝甲你講嘅時，你有感覺到咩物件？我聽唔到南西聲，講 Oh my God，they can't hear me。Hello，南西那冇聲係啊？嚟了，伊咪和南西講話了。嚟南西 try 下。白佬聽到。我，哎喲，大咪。應該走到樓下了，所以我頭先有講就正嘅。冇聽到，我真冇聽到你講咩。我弟弟講唔驚，我講我行路，你看嘅，你過去看幾個樹，因為 normally 有陣時你看了，你看掉幾個樹哦，嗰時成日玩啲樓頂 replay，後面啲棚景 replay 幾個樹哦，就是別等直接嘅。都你該 try 咯，你看你馬仔，跟住把它按你馬仔，你個再嚟，唔係講bằng上直接啦，本是bằng幾個樹，你看係上樹發生冇啦。我買啦，我買 try 啦，佢幾年。你假如特別啊弟弟。I try 上我是找大單去 try 啊，冇差別啊。
而家是 test 看啊，我啲阿媽，我唔是啲樓頂嘛，所以我有拄過講下，有影是拍我嘅桌頂嘅咯，就係哦。真嘅，一我嘅桌頂，我背人跳起來，我桌頂頭先係咪拍？你發爛仔，我 challenge 嘛。伊是無害，安怎伊袂害了，安怎？tapi你房間係你突然出來房間是唔是 because 你被講嘢數？算是咯。我記知道你到底外口甲講嘛，你咪到底出來未講？有誒，我放我講啊，我把路無插，我走房下面咩，砰一聲嗰度，我桌頂真正大聲拍我桌頂，你我趕緊看。我看邊啊，無啊，我一人佇迄邊幹嘅嘛，特別真正大咯。你記定這時我一個聽眾，伊寄 message 給我咧，甲我講。咁你互我看你 video 嚇，唔是你學影，你真有問題。問題是出啲嚇你桌頂搞嘢嚇。我甲伊講，伊講，伊是即唔知是倒落阿布達比，還是倒落特地迄邊講無甲抓無。insect 伊講，伊家 attract 我看到，因為桌頂迄邊甲有啦，唔是伫遐個學影。我感覺就舊伊桌頂迄邊甲有咯，迄邊甲有，唔驚咯。我當今我，安怎？你講，after that 伊無去咩啦，伊無插本啦。伊無，是講我朋友講會奇怪，伊講特別，伊講迄邊無 insect 是嘛？伊講。我是看到成個是甲抓嘅叮當款，了。家己厝內啊？伊朋友嘅厝。我伊朋友嘅厝。你叫我，特別我無問伊 permission， 我買房啊，我唔知啊，我房買房。所以你看咯，你人別人怎看法？有 scientifically explain 咯。我講是無。scientifically。explain 是399呢。你叫迄隻阿龍，伊講，你講你嘅電視機家己開咧，伊講，哎呀，迄個 hotel 嘅隔壁，甲你嘅電視機隔壁嘅電視機旁邊同你黏掉嘛，所以 remote 開伊嘛黏掉，你開咯嚟叫，伊講甲真好料嘅。嚇，你我講，你看如果你驚，好啦，如果你驚，你就解釋會掉啊嘛。我一朋友。我一個朋友想嘅喎，我係一個阿毛嘅朋友啦。我甲伊講，我講伊講我無驚，我無相信鬼嘅。特別我真要甲伊講物件是，我咪聽。我講你毋是無相信鬼啦，你驚咩？伊講無，我無驚，特別我咪聽。你冇講你咪聽，就是你驚啦。伊講無，我都無相信鬼嘅。所以唔知是 denial 上面就我咪聽，所以有一道嘅時候，你知我有一幫時，我就見成個講，成個用我嘅成個 psychic 嘅 intuition 嘅嘅 sense 啦，我唔知有影冇影，我是家己做熟嘅啦嚇。然後我係成日我講，我係看到你嘅幫，伊講咩？幫我是家己 imagine， 伊講伊幫到，伊講伊幫到一個成個一個查某徛到啲名城嘅邊啊！我講有可能是真嘅，我就要嗨你知道。然後伊講無啦，唔是，我講我只注意聽，我就甲伊講，我就想我用我嘅imagination 啊，我唔使講你真是叫做 intuition， 還是 imagination， 我是家己想，我是看目睭啊，我看到下面物件 image， 我咪是講出來咯。我甲伊講，伊穿條嘅衫就咁，我個 describe 伊衫互伊看。然後我講伊嘅歷史啦，我講即個查某是迄個 Native American 嚟，伊嘅，然後甲伊講嘅時候，然後伊咪是佢嘅驚。特別冇一個，我講嘅意思，你講我咪聽，特別佢講佢冇驚喎。呢件事係很驚。因為伊人驚，直接有影伊人看到吼，伊人就被相信了。就是伊講我冇相信，所以我冇驚。我講你聽啦。伊驚直接伊看到咧，伊相信了吼，咧伊特日就被驚更加遲啦，因為伊把你是50嘛。
伊無相信，伊50咧，伊無說，特別是有一隻有冇依影家我講伊看100%冇相信，伊冇50本，伊就講冇啦，我做對你冇相信，特別佢唔介聽我講嘅時，伊個唔係聽。對我嚟講是驚因為有影無明白啦，伊是伊有一隻是驚，特別 maybe denial 嘅咯。denial。相信是有啦，應該是相信是有啦。啲朋友啊，大頂嘅朋友就係咪講過教人講鬼告訴過 ？OK， 這小段。不，我特別啲想講，我冇錄架我冇錄架搬我係 studio 嘛，我冇錄搬我係 studio，聽住是因為你聽我同你講我只衰，特別我冇人鬼告訴咧嗬，我自己未記起啦，伊告訴。我聽住食懶笑一半時，我係坐當書，伊講鬼告訴我講起嘅時，伊甲我講啊，我無是無寫起來，我是未記啊，我未記安怎鬼告訴我記我聽到這先呢，特別我未記啊。伊毋是講食驚，你會記我甲你講我看到我頂當時我到啲 office，我甲你講我行落去，我看到一穿紅衫嘅大波，我想講是我當數咧，我想講行即去站板，那時我去個站板先入面無半人嘅哦，我叫伊當變做我 manager 去咯，毋是鬼啦，伊大波嚇，所以我就教人寫你告訴者咯，咧伊講伊細漢嘅時啊，伊咪就當時講伊細漢嘅時候。伊講毋知6歲、7歲、8歲那時，伊常常會看到，伊想講是伊爸，特別無誒，伊爸無佇誒，特別伊爸無死過啦，伊爸是活掉人啊。伊講成個目睭花呢咯，因為只不過前面有講，這是另外一個故事啊。我office 有一道幾多韓國嘅啊，我有一個 building 韓國啦，我大隻嘅姑娘，係咯。我係俾佢食飯，我去食煎吧、冰吧，我咧連椒啊，就歡喜啦。咁唔就住我未記下咩 topic 咁嘅話題啊，後尾講條古仔嘅 office， 但係講伊就是講哇，有一個去泰國，伊是去啲甚地會做緊幾廿年嘅人嘅，有一個哦。係咯，就講迄邊嘅人就上是有垃圾物件嘅，係咯，伊就講當人愛人就上是啲物件，係咯，我講下如果我冇就上是啲物件。所以做相信嘅話，你係你做應看到，會拄到咯。我是講，我有反正經驗啦，我聽到，係啦，有 feel 到咁啦，係啦，人哋問我咯，你問我講，你看你啲過嚟有拄過哦，你啲幫 office 嗰時都有拄過哦，然後講有啊，咱 office 有啊，咱講嘅樣，我唔是當機咩 office，咱定一當搬走咧。你講，我上次間公司特別冇上 office 啊，是講冇上 office 係啦，有人都驚。你甲我講過咩？你告訴我冇甲人講過，冇甲人講過。哦 ，OK，有講過，because 你前面時間淡細講告訴嘅，係咯。我到啲 office 嘅，我常常做緊，因為嗰陣時我冇搬厝嘛，所以我掛個會就冇嘅，所以 might as well 咯，我做個幫埋曬，其實點啦，個一定識段厝嘅咋，我常常係咁咋 ，because 我古仔一件厝是房間較 A 啦，較無呢，無當機買呢快啲爽咋，所以我記過，我記得經過。我哋撳慣啲 office 入邊做咯，係咯，結果一隻半係咯。因為迄件 office 本身我真正熟嘅是學第一個 style 嘅啫，伊夾筆啦，伊 toilet 清氣啦，個 bidet 啦，絕對，你佢隻訂水嚟念咧，我就講係你 environment 就啱咩無人啊，我就歡喜嘅嗰陣。想家己嘅了。真老啦，上是存我一個人嚟㗎。所以我都常常做個幫咪就係飲幾隻嘅點樣就，後來我就開始聽到聲嗰陣，我係聽到你潮叮當嘅聲啦，係冇時你 M beat 咯。拔到嗰度嚟特大條聲啦，都冇人啊，都冇大冇水聽到嗰陣時啊就，我上擺啊，嗰個第二年嘅時候就，我係聽到佢哋Photoshop machine 唔是講係 printer，嘅聲就，我聽佢真係明顯嘅就，真係明顯。特別唔是成個 scan 咗物件，特別即係呢。一下是成個是有就抓人嘅 fax 入嚟物件。OK。特別係你 machine 是冇開電嘅嗰就。你 printer 是冇開電，我頭幾本就係佢 printer 是冇開電，我講佢啲阿咩，常常聽到有時人換嘅 fax 接嚟嘅聲啊就，
有一段做出来你声的，然后我就行去看，是如果是别位，无可能嘛 ，because 规站楼是我一人在当 game，然后我看到你 printer 奇怪咩事啊，然后我想坐條做物件是點嘅事，一對，誒，真係冇聲氣。哦，sorry，我聽到，我聽到，我聽到，我邊人，安尼聲你就，哦，我聽到，我能係就鎖物件正啊，啊，鎖物件，有一個筆不倒頭開聲，哦，嗰時咪就，我就行去看，我就問咗咯，我咪講是，就是有下面物件話啦，你冇說話嚇我，你是甲我講，就是有物件俾我大家超過食面，我有正起來玫瑰即個話咧就，係咯，我哋有一道咧就是我常常聽咧，我有淡薄關係，我特別一直出現有聲時，我本時會無管長就對啦。然後有一道我就是講，我聽到聲，我 text 男仔就，然後我翕條聲向男仔看就，男仔就 point out 講佢啲聲是咪這邊來嘅？喲，我講是咯，就是迄邊來嘅聲嚟。男仔講迄邊是邊聽到這個聲，然後伊是 spot 兩個 spot。一個 spot 是倒手邊嘅，一個 spot 是正手邊嘅。伊唔知是用handphone 畫一個耳殼，還是拍一個鏟啊？嗰時一個位，我聽到聲攞邊啦。甲伊講嘅時候就是上嘅就，頭一個就是倒手邊就是迄個抓出來嘅聲，你 machine 嘅聲，然後咧聽到 beat 啊、叮當嘅聲啊、舊椅度刷嘅聲咧，就是另外一個所在咧就。迄個另外一個所在咧，就是我頭家坐嘅位頭前嘅就。意思就是講，常常啦，啲迄個頭家坐伊坐嘅頭前，伊嘅 cubicle 唔是 cubicle 啦，伊嘅 desk 頭前，就是常常有會聽到聲嘅就。所以我頭家本在我甲伊講就，就是迄一暝我食 team leader 嘅點聲，我就甲伊講啦，特人本，吉利，就是這位咧，然後我講嗬，耶娜佢得坐所在咧，耶娜坐，樣。就是講，耶娜無做往嘅公司，一走了，一離開嘅公司咧，所以我就講咧，耶娜覺得是為就是我佢哋聽到聲為咗，你甲耶娜講過，冇啦，小下伊咩時候，我冇甲耶娜講過，所以有可能走去打我耶娜聽都未必啦。然後就講一個故事啦，我咧另外一個較老鳥嘅一個，唔是較老鳥嘅一個同事啦，伊是查某嚟嘅，係咧伊就講前面嘅就係講話，講啊。佢嗰時我一是外國人嘛，所以講，你就講啊，我有聽過隻物件咗，但是你手這邊啊有一道痕嘅話啦，即有一道痕嘅話咧嗬，就是你會拄到鬼嘅咗，伊咁講就，係咯，然後我就講，係咯，我聽你講咗句啊，我就搖下手嚟，一道向人看就，你痕這邊嗰度，有痕證，係咯，整個另外整個一道痕，一間了位過嚟看，人哋看講，我冇嘅，然後我講話我有嘅。我一條hand係我手咧，用紙嚟講，我看到我手攞條痕邊。哦，我手條痕邊。如果你手咧係條嘅時啊，你看到有一條線咧。但我try 看下我有。阿龍啊，頭晚你講你聽到你 fax machine 咁款嘅物件，係你在我大病做工嘛是真隻 machine 嘅咯，咁佢都係物件。我有聽過，我家己。有影是聽到，了我爸爸是遲疑 ，because 我請英國中嘛，愛相信個唔愛相信嘅啊，然後到愛 rationalize scientific 嘅物件，所以我就去問迄個 IT 嘅人咗 ，because 有陣時伊 IT 嘅人特別嚟 service 嚟 server 係咪貴？伊講即個是真平常，了講了你安怎 explain？ 伊講 because 迄個有個 machine 啦。伊人是驚講伊個 machine 掉開，所以 internally 伊個 program 伊啊無足久啊，伊個 cycle 一個，所以伊講，若是講你冚迄個電啦，伊就袂行，特別頭媽你講是伊無電，是唔是？我冇佢嘅，我冚電，我有狂咁正嘅，我就行去啊，你都無開電啊，你都無電啊，安怎行啊？所以伊甲我講，伊講伊無行無抓無行，特別嗬。恁爸是聽到有聲出來咗，就是迄個 machine 真正正常嗰啲，你看目睭，你本就講是你會猜係咪聲嘛？伊就是有一條我出來迄個聲咗。了有陣時迄個 photocopy 啊，有火嘅，我家己過者。了伊甲我講了，我想相信佢無特別 ，because 我古早我做真濟 confidential 物件，我等甲規個病冚了啊。
我甲做嘛 ，because 我驚 print 了人看到蝦米物件。So after 將坐到伊 explain 了，我袂無蝦米會接受，我聽了講無蝦米伊理由無蝦米好啊。我做到暗暝8點，啊未9點我走咧，我唔敢 ，because 我唔是講佇我 office 迄邊聽到咗，萬一你 kitchen 佫聽到聲啦，萬一你 work 迄邊佫聽到聲啦，了佫早時啊，成個你大你 stand alone 誒 building 嘅時啊，你知講你別個物件袂影響嘛，是干嘢你誒 building 嘛。直聽到聲了，我唔敢咯。我做到8點咧，我走，我咪做啦。做到8點半，8點半。我做過幫埋曬嘅個咯。After that，我 still 做過幫埋曬嘅。不過佢講話，我係貴陣樓啦，雖然我是人半好啦，我無驚啊，你知？我啲 office 啊，我行起來行出行之，無情一樣行出行之，我無驚咋。特別你嗬，我唔敢去仔機嘅，你知？我唔知就是話，你叫我一個人做到幫埋曬嘅啦，啲聽嚟邊個講一個人自己邊隻物件。แล้วตัวนี้ office เป็นอย่างว่า print out 做一面嘢ก็แล้ว clear 時แล้ว一個人按行住佢講坐 lift 去到樓下坐車段處我冇問題咋，但係咧嗬，我淨係聽到聲佢啊，我冇觀察咧，我唔敢去到呢嘢咋。你點解我講佢呢時咁義理嘅就係一危險嘅咋，因為上到對呢義理嘅咋。你對咧家己 flash 嘅時，我咪是問迄個人咯，我講。Because 古早我人 bank 啊，伊想 every year 啊，我呢一直叫一個人來選，你特別叫一個 senior 人對了伊嘅嘛，你特別 report 蝦米物件無好蝦米物件。So because 我定試驗蝦米物件，我嘛是伊人嘛叫我去對了迄個人咯。你我甲伊講，迄個對咧有陣時會家己 flash 嘅 ，because 我人有捌拄着嘛。伊講because 迄個 pipe 啊，伊嘅 pressure 無相嘅時啊，有陣時伊。上 sensitive 啊，伊會 flash ，because 伊驚講伊 pressure build 爆炸，伊成變敗變。所以有類物件，伊像迄個人來，伊有類物件，伊 explain 我會接受，特別有類物件，伊 explain 我未接受。我哋未接受，我聽到你聲啦，你咪先是冇開電嘅咯。迄個有時我冇未接受，係咯。我當時講你有條線啦，我唔奇怪咩啦。咩線？我睇到我條線。哦，但我唔知迄個線是蝦米線。你好，我人看你線。你是你壓掉嘅似你 elbow， 你已經 OK， 我同你講，你壓掉我超嘛，我壓掉嗰時候，我壓掉你有條線嘛，because 我壓到嚟嘛時候，一邊過嚟條線，我壓到嚟嗰陣咧，幾點步？一個一分啊，一寸啊，要顧隻嘅一分。誒，我一分是到底一袋，但是我看到咩？冇啦，兩隻一袋，你有一袋咩？我一分到底一袋喎，我係啲對面嘅，但我看我係邊喺度就換呢度。我硬掉嘢，陣時我看到就換出嚟，羅bình出嚟嘅，有隻隻都冇嘅，冇唔是即餅，就是攞你壓力所在嘅頂面一寸起。我知我壓力寸啊，這邊我這邊，這是我背數啊，或者唔是攞就會怕壞嘅，換怕壞嘅就。這邊一定我係相我都看啊，喂，男生在邊嘅，男生我當時講下是有當到幾個人會有一條咁嘅款嘅。特別補喎，我春跌一補，但面是我是背嘅，我壓嘅時間。我當佢想記係咱人嘅 group 會啦，我記係 WhatsApp 嘅 group 會學攞看者。你先個就係 group 先。你咪時候啊，你時候啊，好玩看。攞佢嘢看，攞佢嘢看。我係使開佢哋本啊，我係使開佢哋。你係開有人看嘅咧？呀，開這邊可能 because 我冇 WhatsApp。OK， 我開。了確定差別款有幾個是講款。等我會開小影先，可能看小影。然後這是阿龍都是貼路嘅啦，南沙我使看路嘅，南沙都幾好玩喎，上一隻。你冇上一隻啫，你冇啲裏邊。我愛看是唔是相聲？但我睇冇啲我看二定，我看二定。呀，而家係 prime message 嚟嘛？南沙使幾好玩嘛？啊，上我啦，有上啊我誒，大人我有誒啦頂。我唔是，我係當數嘅啦冇咋。哦，我 verify 樣嘅超嘅啦冇字啦冇咋。韓國人冇，咪少人有。未啦。特別你春節嘅時是唔是冇誒？你識嘅壓起來時間有誒。我春節時我看到嘅，我春節時咧，我自己看到一條款嘅，我看到嘅。我未喎。我係冇誒，我春節就冇啊。我睇條時啦，我看到一條款正嘅。我只款喎，我只
即两三四條喎，confirm 是背。春天。OK，咱嚟看就阿龍嘅笑。阿龍啱啱上阿John 嘅線啦。冇啊，我冇上嘅啊，背冇法度。嗱，攞看到結婚了。對面嚇，你壓掉嘅所在對面。哦，係你款啊！啊！我春你陣時我看到，阮有一條婚證，我看到嘅，我係條話啦，我看到條婚證嘅，我出係條條。I'm safe。安尼拄好就是迄個人，伊我同事伊會甲我講，嘿，我聽講咧吼，伊啲過嚟，用聽講。成日看啊，超啊！你有會看，所以唔是講過嚟人無咗，就是講有安尼款嘅混嘅人是看到咗。我朋友講，我同事講，用相信講看到有這條混嘅人咧，是當到會食到這個物件嘅。啊！規個公司你乜今日出多一個人有迄個混嘅咯，吼，你覺得無嘅咗？你會記哦，你講過有一個番仔部甲你講，有一個人對條路嘅啊，你會記你頂擺你有講過嘅嗎？伊講伊甲你伊感覺你人就好咧，伊甲你講嘛，因為意思。我朋友伊貴先啦，伊指過嚟嘛，伊指我講。對。等落你數本嚟嘛。我最面嘅對條話。這條路嘛。maybe 是唔是查某囡仔？是啊。查某囡仔。係咪算？林細路講係咪？係咪算？嗰時冇人度話啫。有陣時有陣時講有一項嘅，有一個人嘅對條路，唔是達到是一個 spirit 寫咗就。有陣時是伊是一種嘅 power，that 嘅愛 power 對條路。成家人以塔羅牌，因為你牌唔是講哦，即係是死神啊，咩安尼款啊。something 安尼款嘅嘢啦。幽靈嘅物件。你知道 death 嘅牌唔是講你會死咗咯？伊本唔是。伊知道 death 嘅牌是有一個意思嘅。有意思，伊唔是害你嘅，伊即係你嘅身軀是帶掉，你嘅命有帶掉一個。哦，所以 energy 係呐。energy 是死神嘅 energy，安尼款嘅嘢咧。我報少廟街，我去香港嘅廟街嘅嘢。我去看廟啦。佢哋一隻鳥跳磚嘅鳥到出嚟跳嚟。這些鳥。我去看，because 我相信人唔嘢，所以我後面就係有通去看廟啊，我去看嘅就。相信冇相信，嗰是另外一條問題啦。我去看，我聽佢講嘅就，我去看咧佢啊，伊講廟真係準嘅咯就，伊唔捌話嘅我講，我都冇到啲香港碗 anyway， 伊唔捌話，伊講廟準嘅，伊跳咧，伊念咧，你白你字句啊。伊看條話就講啊，呢位先生，伊就講就，你是唔是甲你厝內人嘅關係無講是當好嘅？就講對，你無咪兄弟緣嘅就，我講對，甲你嘅親兄弟啊，冇計傾嘅，伊講對是，特別你是一個好命人，伊喺甲我講嘅就，你是一個真好命人嘅，伊講話你規世人啦，免煩惱累嘅。我有試過真係仆街，定係本嚟就，代表我無管落仆街本好啦，我達到我哋累出嚟未半字係咯就。你講你未仆街嘅就，你講你規世人你免煩惱就累嘅，because 你forever 是一個 abundant 嘅，一直來嘅，一直都有低調嘅，迄個物件伊未芳氣嘅就，所以講嗬，你規世人啦，你無嘅物件係咩就？你講你是無感情嘅人。哦，哇！你幾年整？真濟年咯，2014年應該是13還是14年？而家是直到時我朋友教演，我朋友站嚟教我，伊個教演9年啊，所以應該是2014年啦。我站嚟，我一個真好嘅香港嘅朋友教演，所以你去參加嘅。對，往時你好朋友嚟啊，然後我去參加，然後我走去廟街邊行。哦，哇，準哦！伊講嘅物件，我就是 feel 嘅時候，伊係咗老作伴咯，呢部冇作嘅，人哋準咗咋？伊講咗，你個禮拜冇部面日講嘅時候，感情無好嘅時候，當時，伊講嘅一句話喺度講下，你冇咩兄弟緣。伊喺我講到，伊用喺你字是冇兄弟緣咗咋？我是冇兄弟緣嘅人嘅。你講你冇兄弟緣嘅，你個呢小弟是冇話講嘅，我講。跟住我看你男仔，這是男仔教，你是教我唔知。這兩樣東西大家。
哎呦，是的，是的，好像是的。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好，我俾學你蔡美芬講，伊有一個數，蔡美芬對我來講呢，我有啲，來，即我有一個 auntie 甲我講嘅啦。你最近對伊是甲伊講對啊？伊無啦，即個 actually 是 before 幾年就甲我講咧，了無recording 着。對，OK。了伊甲我講幾若個啦，弟弟嘅款嘅啦。了伊即個 auntie 吼，伊真好笑嘅。伊本身咧，伊嘅厝嘅人咧，會查某會看到嘅。了伊嘅翁本身會看到，啊，反正樣做曬講嘅。了伊家己本身咧，又真正驚幾個款嘅物件嘅，你知哦。了 OK 咯，了有一日，你知啦，我新加坡嗰啲大 flat 嚟嘛。做 flat 跳樓是真正普通嘅事，即邊會知有嘅啦。人愛熟悉就是跳樓，愛熟悉就是跳樓事嘅。所以有一日伊嘅 blog 嗰邊咧，這是新加坡嘅朋友啊，新加坡 auntie 啊。新加坡嘅 auntie， 有一日伊嘅 blog 嗰邊咪是有個人跳樓事咯。我攏是聽到啦，還是安怎看到什麼？安怎會知？是發生。跳樓師特啲會知嘅嘛，朋友來啊，有乜打來係咪隔了嘅嘛 ？OK 咯，發生啊咯。了，伊就真正驚咗，但係伊根本伊唔捌即個人嘅，伊本唔知是最來即個跳樓師嘅人，唔知是最來。但係伊就啲邊驚，因為是啲嘅咯，因為伊本身都是一路來都是真驚，幾隻驚，我係唔驚，伊就呢邊驚咧，就啲笑，咧就啲笑，伊就想，哎呀。無我去拜拜互一個人啦，然後伊去燒金紙，然後伊就去做啦，伊就去買金紙係咪？然後就落去，伊就去做伊家己唔知安怎拜係咪物件，成日拜互個人嘅款，然後伊去燒金紙，然後伊去燒金紙嘅時，伊燒是伊個是本身個是真驚嘛，伊就講，哎喲，阿妹有一大包懸嘅，兄弟阿妹嘅款，然後伊個再驚了咯。因為伊本身就是真驚嘛，咧伊嘛是鬥對厝咯。伊感覺到是早起啊咩？早起啊？只是嚟。OK。了嘛是對厝了，伊就去成家隔壁厝邊，啊反講話，了伊就甲伊講起咯。伊就講，哎喲，阿媽，伊講，伊叫阿婆嚇到伊啲小紙係是着懸嘅大包了，伊嘛是甲伊個人講，伊是安怎。了，伊個人講，伊叫就是伊嚟跳樓嘅人。伊去每人講，還是伊個講吼？伊唔是每人講，是伊家己出邊講話什麼嘅事，唔是伊按佢邊出邊。所以伊捌嘅啦，伊捌面知嘅邊啊。as in 邊 building 人特別有人捌一條人嘅嘛，一條跳樓嘅人嘛。但係我朋友叫 auntie，伊是唔捌嘅。是講伊啲燒咗嘅時候，伊是有心愛燒害伊吼，但伊人出現啲啊，特別迄時伊唔知是伊來嘅。特別伊知伊捌，伊是講即是在一間厝嘅人啊，特別伊唔知講是下一間人跳，特別伊講伊燒咗嘅時，伊感覺到迄人看到就是伊就是跳落來死去人咯。特別是知咯，無做咩是知講會 identify 講是罪啊。阿 John， 伊是講安尼款，伊條金紙，伊看到一個大寶，特別伊唔知個大寶是最，了伊甲伊 neighbor 上班嘅時，neighbor 甲伊講，個大寶你看到就是你跳樓大寶。特別有時講奇怪，講安怎伊會 describe 嗰上擺一知一個很像一個大寶，你知啊？我上一時講睇你咪 B is unit C 嘅一間，上有時有看過。唔是 describe 講伊係咪 unit，伊 just describe 伊個人嘅 outlook 啦，慣嘅啊，OK。即係講直接上個同我跳樓嘅人，喲。就 identify 到講是 actually 就是伊叫跳落來咯，所以意思講伊小組後伊時候，人家出現啲嘢尾咯。我最近啊，我看迄個。Exorcist Father 你人去 Google 啦 ，Vincent。我驚啊！正啦，
I mean 这是 documentary 唔是？伊是 Catholic priest 嚟嚇，look he Vincent 啊，我แล้ว 驚 Lampert 我就是伊做 YouTube แล้ว伊 podcast แล้ว伊講啦，伊講安尼款嘅物件，若是女主 explore 啊，女主會看到，伊講and then 伊嘅 podcast 伊有互人 like 問 question 嘅嘛，之後人咪講咯，做咩事？係你鬼會曉用 technology 嘅物件咩？乜會曉用 facts 啦？係咪鬼？伊講 because 啊，係你because 咱相信 demons 啦，鬼啊是古早 fallen angels 嘛。แล้ว伊講係你 fallen angels 啊，伊人真濟，伊嘅 knowledge 啊是infinite 嘅 knowledge 出嚟。所以你明白係你鬼安怎用啊 technology 講下真搞。แล้วหลังกูมวย就做咩事做 exercise 時真濟 like priest 伊人用 Latin 嘅，做咩事用 Latin 啊？伊講你會使用係咪 language 本會使？伊講特別啊 Latin 是較 powerful because Latin 是真久了嘅，所以係你 demons 啊，伊人較了會曉嘅伊成個人講咯，物件久久了，較久來久有力，久有 power 安尼款講長人話嘛，會曉會使了5,000年嘅。對，特別意思講 the demons 驚 the Latin because 係 church 古早係啦，都是用 Latin 嘅嘛。所以講 that is why it goes back to the roots 咯。所以你用係咪 language 本會使？所以講你免驚，你別甲你鬼 communicate because 你免講話，你鬼本會知你想係咪？特別伊講嘅物件聽到佢刺激佢。我就驚，你知唔知？我家己講我嘅事 ，because 我是 Catholic 嘛，咁出世很多人，所以我在講嗰啲 exorcism 嘛，係咪物件？我不食我過啦，所以我就奇，但係你叫我 search，我成日會買 search，because 我就冇驚，我家己 search，係咪名咩 Adam，係咪 Father Adam？Vincent Lampert。Lampert P-E-R-T Lampert แล้วเรามามุย咯อันควานี่มีเกี่ย Catholic Church กูจ้าตัวบัวจะไม่สู้รู้ไอ้โจ publicize อันควานี่มีเกี่ย Why do you talk about อันควานี่มีเกี่ยอีกคน because กูจ้า想法有淡薄無相嘛，像 secrecy 安尼款，伊講即個是 knowledge， 伊感覺啦，即個物件特別互人有，伊講人有 knowledge，要人會使 choice，you can use the knowledge to your choice， 你愛做係咪？伊講特別咧，你若是買互迄個 demons 來插你咧，你都唔通 explore 款物件。你若是只 explore， 你會 get 只開了嘅時啊 ，you open yourself to everything，yeah。So 若是講你嘅 energy， 你嘅 spirit strong，maybe 伊肯靠夾招。แล้ว有陣時你拄到嘅時，แล้ว伊講有แล้ว人嘛每咧 exercise 物件咯。伊講伊捌拄過迄個 demons 啊 ，like 真久了就，像伊入去別人嘅身軀了啊，伊出來啊，伊佫再拄到。because 伊講迄個鬼啊，伊出來，你趕伊出了 right， 伊就怪去推別人嘅嘛。接到啲白線。แล้ว伊講迄個伊人掠迄個鬼嘅時啊，伊問迄個鬼，伊講伊人有 specific 嘅物件對咗，伊 Catholic Church 嘅物件伊對啦。伊講 number one， 伊人 communicate 嘅時，伊特別問迄個鬼是最，所以迄個鬼會予伊名嘅，所以伊講迄個名是把迄個鬼互捌互人掠過嘅。像一隻到底無像人身軀。但無人身軀，了人講，了人問伊講。若是講你是 Catholic priest 啊，你捌拄到 Catholic priest 互人鬼接線咯。伊講唔捌，特別咧，伊捌真濟，唔是講真濟，伊捌幾若 can priest 做 exercise 嘅，了迄個 demon 甲伊插伊啊，插袂着伊 ，because 伊人是 protected by God， 特別迄個鬼啊，睇死伊人會出來嘅人。教甲迄個 priest 啊，伊人咪做啊咯。They left the priesthood because 伊人 because 已經害你身邊嘅人，然之後害唔到你害身邊嘅人。做路銷，做睇你自殺，bankrupt， 蝦米物件？我就是驚那款咯，我就是第驚那款嘅。伊講咯，就是當伊真好 explain 咯，就伊 explain 了。伊 podcast 咩咩？podcast 咩咩？你
just Google exorcist。以後我驚我唔敢 Google， 我驚 Google 是到底我 history 啊，或者是 suggest 話 exercise 係咪叫我驚？我就做咩事你去做啊？我哋講啊，伊講唔是伊愛做嘅，伊講伊嘅 bishop 啊，伊 bishop 驚伊解 bishop 講伊咪做。because 安尼款嘅物件，伊講啊是真艱苦做嘅，你知道 because 伊嚟鬼特嚟插亂你嘅。所以伊講係你 bishop 講啊，伊人就是伊講有個人啊，伊每人做咩事你愛去做，你愛去 ordain 啊，伊人講 because 伊人愛做 exorcist。所以伊講安尼款嘅人啊是袂通做 exorcist 嘅 because because 伊講伊真濟人講啊，伊親人啊，幾集先，你嘛叫伊去 exorcist， 伊講伊看。幾千個人啦，把你甲一個人呢？伊講真濟物件，咁了唔是幾隻嚟，psychology 啦 ，mental illness 啦。伊講 usually 伊看like cases 寄互伊了，伊去 investigate 咧啦，幾千個啊，把你甲有幾個呢？所以伊講真濟，咁了唔是人講是，特別是唔是嘅。伊講特別若是講是真嘅，講真驚人嘅。哦，即係伊講特別 don't open the floodgate。Once it's open， 看國看，伊講嘅咯，哎呦，我聽到係刺激嘅。特別伊正夠 explain 嘅物件，咁了真正好。That's why 我感覺伊正好。然後我問你，伊 podcast 係伊有幫成個人變咗，跟住幫你估嘅 music 到尾，還是伊跟佢 explain 嘅？伊無想講做啲叮叮叮嘅聲咧。伊嘅 podcast 是上個人 podcast 嘅人啊，你知真濟人無相信鬼，假是有真濟人相信鬼嘅嘛？可能嘛，因為叫伊做 guest 咯。你有陣時人 fundraising 有錢。哎呀，馬普基。你人個做 fundraising 嘅啫，成日你愛問 question 啊，你何類 like so it goes to the help the poor 啦，係咪貴啦？做乜嘢？So 伊講當今 the Vatican 是較 open to 安尼款嘅物件 ，that's why it's his role to like 可能 like。educate the public， 伊講 because 當今啊，伊講真濟人啊相信迄種物件嚟 Ouija board 啦，係咪？所以伊講咯，伊講真濟特別，แล้ว伊甲你講嘅時啊，伊無講嘢咗，伊 refer to the Bible 嚟，係咪 verse 啦？所以我感覺he's a very good speaker。所以真濟人問你就嚟問伊物件，伊嚟有個人想。你知想有個人 Q&A 時啊，伊袂曉講嘅，像你問啊，你知伊著聽，伊唔捌著聽，我看真濟，伊呀，特我看到 Father Lampert 嘅詩呢，我就較過去看。哦，我咪攞物件嚇，人怎麼有睇到人出物件先？係咪物件？我冇睇到咩？近日我聽到我佢哋先領曉咗，係咪出物件？咩事啊？成個有一怪物件，你呀？有咩？我冇聽到啊！哈，嗰個大聲個，大媽。我冇聽到喎，我冇聽到咩？而家冇 reaction 啊，兩個攞講啲講咗講。乜啊？人家是這裡啊，是 Lucy 啊？唔是啦，揾翁啦。係啦，有個做錯。我當你看到一關，我睇住一關物件。我你看我做咩物件？你看我做咩物件？我想看你拿裝看。咩嚟？我冇。特別都冇做嘛嗬？我冇做。特別我冇聽到，我諗都冇聽到。做緊嘅做本工冇做咯，咪笑。個燈能冇一嘢嘟嗰陣時啊，差不多喺度個燈能冇咗。係咯，我自己講按咗諗冇聽到咩？按咗諗過嚟講啲講到唔夠，你冇拿大冇這樣冇辦嗰陣，我就聽到時我佢哋佢是好靈氣啊。我行嚟行去，我啲後生老頭卡車嘅。我唔知就伊蓮啊，唔知有出聲啊，唔知是唔是伊啦。而家Christina 聽到，Christina 聽到啊，得咯。Christina 講白鳥聽到，唔是白青，是 Clubhouse。哦 ，Watershake 啊，差不多嗰陣時啦，白鳥聽到。安裝冇聽到，危險聽到。誒，我聽到嗎 ？Maybe 我冇注意，我冇聽到喎。我是唔聽到佢啊。阿 John 拿打咋借打喎，唔使講要打隻刀啊，頭真係拿打咗殺刀。我打乜？你拿打殺刀喎，頭真。喂，係邊個？十六三啲廣告數是一貴啲哦。要拿打歸拿刀啦。哦，十六三啲廣告數係咁聲嚟嘅，所以阿 John 冇拿打冇半行嘅，所以我直接聽咧，我直接等，我直接等 stop 咯，等我講了，我咪插嘴咯。
你冇聽到切物件無啊先，無啊，出大聲咗，咦，嘟嘟嘟嘟嘟嘟出大聲咗，成個掉，成個係水嘅聲咧，掉，成個水嘅聲，一啲人講水嘅聲係廿幾人喂講啊，迪加士講水嘅啲㗎，結果 yes I heard it watershed， something like that 特別我有可能唔是 watershed 啦 ，because 伊 out of a sudden 同咁彈起嚟聲啦，我就聽見啊，時候我佢哋人領住嗰時候，我就聽見嘅啊，然後我伊安怎阿張冇聽啲，because 阿張冇拿打冇幫我就，有冇 reaction 咗。因為喺 replay 度都要看得嘛，得一筆啊，你叫係 all this while，應該唔是阿三老師 ，because 阿三老師啲講咗個數嘛。我知啦，阿三勒沙講掉是得一筆你是 key 你叫，講掉係你唔知你。Vincent 阿未講到接線個嘅，阿未講到接線知正嘅物件嚟。哦，就是依個數裏邊咧，佢依就是依個數，依啲戰略用心，你講咗佢哋個數，但係我冇 interrupt 嘛，我哋聽你講了，我夾插住。但係 all this while 啦，接落嚟就到。我聽到啦，我知啊，對，伊個狗切，而家我聽到。啊，我聽到，哈 ，because 我知嗰時伊狗是所以我冇去問。哎呦，好曱甴，嚇死我！喂，狗將狗食錯，我只講話你一定爽咧嚟。對，我聽到，嚇，當然你講到我聽到啊。啊，就你買啦，你休息啊，是話定？啊，定呀，一練。啊，哦，我佢。伊那拍嚇，我聽到，對。我是直頭 expect 嗰時伊個搞，所以我冇去嘅聲。我佢落心領橋，我沒數啊。係，家己。佢哋是你講呀。但我就是講你定能照過程年啊，你是中國阿閒，定能照沙情年啊，你咪驚我，你咪驚你是我情年，你講好多天啊。阿閒是看 YouTube， 安怎會睇到阿哥？冇啊。誒，我睇到阿哥。嚇，真係睇到阿哥啊？話都冇啊。冇啦。我 email 掉嘛。email 掉啦，咁我 email 掉。你看到 YouTube 啦，可能。我真是冇。咪有啲一電話啦，一電話，你冇整 headphone 數佢哋。Yes，我係 headphone 冇電。哦 ，headphone 冇電。你諗咪電話，真 headphone 冇電，你講話個 house 佢會高，唔知我用個 MacBook 誒。哦，你 MacBook。哦，你 MacBook 應該是俾。Club Deck 啊，Club Deck 冇你用 Club Deck 啊？用條 Mac，我本地用條 MacBook 嚟看 YouTube 啊。冇，唔是看 YouTube，伊嚟看 Club Deck，伊用 Club Deck 聽定。Club Deck 是別啲頂面講嘅，都跟住講達掉有安尼看啲會歌嘅，講 Club Deck 講。你我紅煮麵有個香，我唔知煮咩。搞鬼嘅搞時間面嘅香。你諗冇物件講冇講到嗬？阿龍知道阿龍做人嘅 superstar 阿龍。阿龍做啦，是不過個即係啊，即係清啊，不即係啊，三六三講有冇見？因為 exorcism 係我只見你我不去，伊唔是成個 priest exorcism 啦，特別我人叫做往時叫做 deliverance，到啲 church 有人有成 youth group 啊，有成個念經嗬，你有人成個伊成個入鬼你看下，咱去念經可能，所以我不確據我只見。我個驚看，特別我個驚，所以我會，到底會看咯。我其實當弟弟講嘅時候，我哋想到，我估計有做棒棒啲，我哋一個所在啦。特別我搞動機，我都唔知係你是咩所在嚟。係啦，係你所在咧嗬。我啲棒裏面，我就係講伊是啲變靚嘅咋。特別伊唔是咱嘅年代變靚，是幾十年前啊，我未必100幾200年前嘅，佢哋唔知係變靚嘅，something 嚟自嚟更強。老歌仔，一頭整嘅嗰時真係是 Indians 嚟，印度人。你就擺是上嘅人啊？幾多刀？我幾多刀就一刀就我上一個所在就我就是紅咁地嘅所在，地一個房間會行出來。你行個頭子要一個草坡，你做事等等嘅。我心裏邊就講佢哋做第嘅事變靚嘅，我心裏邊想到，所以有就自己啲印度人做派命工嘅。哦，特別我唔是印度嚟就我係時候都是，咱係英國超嘅點先啊，係變靚嚟。我係人裏邊啲學話就係講是人哋講，特別啲學我冇甲人講話，我直接行啦，看到就係人呢邊，呢個是半暝咋，暗暝就是用就係鼓勵啲暗暝。
做工了了，係咧有人前面啉酒啊，上網，係咧我行過，係咧要行到我哋行去一個正暗嘅所在咧，係咧我就直直 repeat 掉上一個，然後你話，特別我按掉對你，我少唔知你是咩所在。唔知咩所在啊？小寶個調小寶到底大頂嘛？小寶我要問你看啦，你大擺就聽講行幾個數嘛？我要聽你嘅幾個數，你先會記掉嘅。冇啦，咩冇？我 selective memory 都未記。我到時我就是會 trigger 伊，當時我是會 trigger 對。聽冇聽過咩？我應該是有聽過，你學等應該是我咪幾個告訴我等。聽嘛是兩個人講嘅咯。我等嘅咧，等嘅細漢嘅時。experience 冇講。冇講下，講下。冇啦，我未記。你家己 experience 咧有嘅嘛？我知，我當陣準備叫你。哦，阿 John，鬥下手咯。阿 John 應該 selective memory 嘛，所以就是未記哦。我特別 trigger 伊，特別可以記，我鬥下手。我垃圾豆嘅，我垃圾豆嘅本是無個 story 嘅喎，安尼前年我雜招聽。伊失敗嘛，伊把你教，因為佢教掉。白教啊！喂，白寫佢。是本我失敗。我唔係拿考啊，嗰啲我你白教都唔是講到背。考呢？唔是講到白，都唔是講你邊配博本，邊配教嘛？講到教，你白教係嚟。咪清，唔是咪清咁小寶。我感覺你有嘅咯，我被你小氣淡薄，看你會記。我 aura 小 strong 啊，我冇嘅。你講嘅人咧，就是地教，唔係 selective 成我朋友嘅阿毛啊，冇上線咧，講嘅是個嚟見。誒，我冇講我冇上線啊，我上線啦。冇啊，真係你是講你冇就是有嘅。你講下你咪講，我聽住你。你 experience 啦，冇啦。特別聽過咧，就都有聽過。我講過啊啦，我到底我啱嘅會。時代咧聽到嘅你個了呢啦。啱嘅會咧，啱嘅會應該是看到人錄絕句係咪有哦？冇。我真係垃圾，我冇看過，有影嘅。嚇，我講到暗嗬，嚇，講到暗，我上次有一個 experience 嚇，你講下。我唔知是唔是伊是後面啊做啥物嘢啦嚇。伊來到嘅暗點時候，伊直拿機拿好玩翻咯，查某係拿機拿好玩翻。拿機係咩嘢？機 scream 啊！哦，這樣 OK。scream 這樣。伊就拿好後面邊啊咯，然後就一人拖你來咯，伊兩個朋友來拖你來咯，拖你來，然後就跳檔嘅細公啦，跳檔嘅人啊嚇，伊就唔知做咩嘢，也係主人翻咯，飲嘅嗬，然後伊係啉，伊幫埋伊出來邊嗬，背鋪到伊邊，鋪伊邊有時候。一規扯起來就無規吼，係上個唔知按照伊個 VH 上個是按照個冇對定扯起來款啊，所以這是真係是我清白看到嘅咯。哦，這是你都好啲啱嘅嘢嚇，看到啦。我對好對啱嘅。你驚？我看到你看面嘅我真驚誒。我冇驚，我驚哦！我看到因為嗬 ，maybe 是因為我頭一點是我相信啦吧，應該是我離運價貴應該冇被入掉咯。但是你配教嘅條被入。你講嗰時叫本，一跳啊嗬，一彈出來，你個跳，一個彈出來，你成個trampoline啊你啲，trampoline 啊背，你停下面沙咧，你教嘅。像個窿邊啊，我。OK， 我把你 clip 咗起來啊，把這是放，啷記定這是，伊講你便宜嘅人啊，會招人，佢又講學發生嘅學緊愛啊，嚇 ！Oh my god！我特別寫起來啊，所以我今日就講，特別 post 咗一個 episode。阿龍嘅朋友，你阿毛嘅介舊講福建話呢，伊福建話應該係好呢。多謝。是阿花，阿花，阿毛花，阿花，哇！伊福建話有影介有聊咯。
一定是嚟個人都你就係。冇一啲 clubhouse 講話是我諗，你我哦，伊來嚇，伊最近來嚇，有當時有出現呢。有當時有出現呢，所以我都是感覺，你我看咗伊小英嘅人，佢唔是。阿毛，英文就係咩？It's English。嗱，你講阿毛話，佢正準咗，所以我嘛問伊咯。你講伊是，你講伊是學福建話，哇！有影我介落勢呢，我感覺伊福建話。我一聽到伊嘅福建話咧，我感覺我介 like I don't match 啦，yeah I don't match。家己歹勢家己好先。家己歹勢，有影就歹勢。我歹勢，伊actually 無是個人想嘅咋，because 伊心裏面想啦，你講伊學福建話啦，就係人學佬伊嘛，你講你介搞呢攞住你白人啊，講福建話，啊咧伊 actually 是無咩事㗎，你看你人，安尼想法嘅咋，伊有甲我講過，你講。所以人是 feel 到白人，那是講嘅啦就。冇，伊是感覺就講，我家己，伊家己都冇，是講伊家己袂記，伊家己講啊都冇，家己人家己話都冇比伊教講。伊講我，浪個了，伊曉講 Malay， 伊曉講 English 嘅人啊，有看到一個白人，伊曉講福建話。我對啦，使一隻有。我講嘅意思，我是講。特別條本嘅咪就係。但係咧，我人真係行款嚟食人嘅嘛。แล้ว個人嚟時啊，伊人個人有嗰個 accent 嘅，特別阿華嘅 accent 福建話邊咧 accent 真正好。你一直調啲，伊啦，伊頓嘅啦是對邊咧嘅。啊！你聽邊咧學嘅我係嘛？話講福建話，特別你聽到伊嘛無咁準啊，特別阿華嘅真正準，就是我 impress 伊準。安怎我味到咖喱嘅味哈？你紅煮煮咖喱，要煮咖喱，開開啊！伊現在要煮咖喱，無可能係煮 Japanese curry 嚇 ，Japanese curry 是你叫嘅，嚇我開到啊，但係我紅嘅來啊，我開到啊，係 possibility 啦。了，等陣我個要 focus 係我面被 focus。了好你啷看到我新嘅頭毛無上嘅發型啊？我就是愛妹是唔是假咗線頭毛？對，我剛才我嘅線頭毛就是我嘅骨頭毛嚟。定到對啦，就是愛講是唔是如果膚淺嘅頭毛？對，嗱，就是當佢興到對啊嘛。對，我嗰時候我看到頭先嗰陣時，我想迄集可能講90年代、80年代，對，就是這粒頭嚟㗎。對，所以話特別同佢好，我是我阿未夠100%㗎啦，我當然啲留到對，你就頂到我頭毛較低嘛，所以當然我留較長啊，所以特別一針，還好叫我搬來啊，我搬來我紅。哎呦 my god，why does it smell like curry? Because it is curry. Oh my god, thank you, sweetheart. With you. Leave me alone. Good timing with the light. I'm not scared this time. Okay. Alright, let me take a break from the ghosts. Now we see food. Okay. Okay, 來 food porn，這是 food porn 啊，這個 food enjoy 哈。Okay, live food cam. Okay. enjoy 哈。哦，個荔枝喲，是荔枝啊？不，荔枝咩？升格是升格，嗰是升格嚟啲。哇，個watermelon team。哇 ，watermelon。Please leave me alone, Bella. Okay. Mommy's time. 哦，伊是迄個 simmer sauce 嘅牛奶嘅，做咩轉來轉去？我 YouTube 是轉來轉去。我唔知轉來轉去啊！我唔知咩曉到隻 direction。等陣我開開隻。哇哦！哇，真好食，看下真好食呢。誒，等我開未開。哦，there you go。你用啲 handphone 嚟 like 啦。哦，itu sangat ada chicken tikka masala 呢，誒 sauce。Yummy。Boy，個菜。哇！แล้วก็這西瓜掉，誒，好西瓜。西瓜㗎。Yummy。好了。哦。所以我想會食啊，但係佢未食掉。我食一喙。
Why you shut up 啦 you？ 過嚟講話你先。是呢個就教我講話。乜嘢啊？我抄得對。你阿 John 你 condom 靠下不？你講咩？你 condom 靠下不？係咪我冇明白？你 condom 靠下不？哦，就是找 condom 咩嚇？我冇明白。因為你 breast 唔是 condom 嘛？哦，偷去，自己偷去啊！等我隻字出。我準備去夾我叉燒包咧，我未打閒了。美國英國中走去，我知啊數。英國中嗰時候都冇啲嚟啊嘛，嗱，擺個數料嚟嘛。OK，我啦，伊把路啲我人這邊教伊時間慢嚟等嘅，我人幾天會到。有時咁公交嚟。OK，我不如同住會包槍幾個數無人冚大，咱電話正本一路夠講個人。冇正啊？哦，阿龍一人講了。八刀嗬。寄報紙，頂節我甲寄報紙講嘢，我人嗬。寄報紙即係有故事咧，伊講真濟哦。佢來啦。係佢知。佢嚟講啊，因為伊把咧，伊樹料你冚時間，佢諗無係。冇，伊啲 KL 了，伊已經對嚟了。伊是對嚟做緊啊。冇啊，食久了幾廿年啊，已經是。新加坡。係咩？伊早幾年啲 KL 了誒，伊已經 base 喺這邊㗎，有陣時 travel 呢誒。哦，對佢有一個 episode，伊講伊對嚟幾廿年啊嘛，伊本有講啊嘛，這 episode。有得特別 KL 就看到伊啊嘛，當然 OK，你叫起來啊，叫起來。能夠講伊把是掛龜嘅嘛，伊把是掠龜嘅嘛，是唔是要講龜嘛？你又要講就報告咋？講真唔知，咱這朋友。咱個聽講到啲新加坡亂叫，我未記名啊！一十部怪 retire 了嘅十部，我一邊就拗好啊！呀，一貴先咗咯！啊，是啊，一貴先啊嘛，Jennifer 怎樣？一隻有心嘅就一邊就，我就我往時去新加坡我是 transit 是我落去隨便有隻人，我冇咩點聲有當時，一在我去新加坡一直都是。嚴驚好玩啊！有一道是伊無拄着我，走去我 hotel， 即 lobby 交代，互我一拗啊！所以我當然看到只，我都想到伊啊咧 Jennifer。咱到底新加坡一年時，我自家寄報紙，甲 Jennifer 人做做 gathering 嘅嘛，我記。差別可能是都無來哦，而且 before 錄啊。冇。我去迄個 Starbucks， 我迄個。你曬盆水嘅呀？對面，以前喺 hotel 就唔知係 post office 嘅 hotel， 即 post office 上面即係國際嘅 building 嘅咩啊？以前 hotel 隻貴。hotel 隻貴 MBS。以前貴嚇 MBS 啊？貴啊，貴是。是貴啥？貴渣嘅。係咪啲？Clarke Quay 唔知話佢 hotel 名咩？你講佢 hotel 名唔知咩 Stamford 還是咩？係咪唔是 Stamford？ 哦 ，Raffles 啊！嚇 Raffles hotel 嚇 Stamford College 啊 ！OK， 小弟 OK， 今日變成啊嚇，一個禮拜了時候，感謝阿龍加感謝啊，佢那佢冇講乜啦，啊，南十不講到佢嘅即係茶比婚啊，豆嘅呢配教，我也配。แล้วก็Father Andrew Lampert 誒，係我突然間想唔起吹，特別我個驚，我咁唔解吹。Andrew 咩？唔是 Vincent 嘅係咩？啊，係對 Vincent 啊，變 Andrew 去哦。呢個人話咩啦？我冇咩注意聽，我 Vincent 你點時我哋聽到 music 嘅啫。我冇咩注意聽，本才是 Vincent 嚟哦。
我直直跳到會 try 到會記啊，我會記 Lambert 呢，我未記。然後我直直唱到Adam Lambert 你知道？我直直唱到 Adam。我寫到係你 Google Meet 嘅位數 Lambert 係 ，OK Andrew Lambert。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講嘅這邊先，感謝大家下禮拜到嚟收聽無聲嘅，或者係講到未參加冇人講這個邊啲學嘅落 email 我會使嚟催我嘅。咁樣拍 call 了有幾個數尤其是有幾個數時候，就禮拜季節，特別是有落幾個數，所以就俾嚟參加啦。講到會記幾個時間，佢哋記報紙幾個數時起來講 ，OK， 感謝大家，拜。哎呦，死無夠大聲，等我幾辦過，我別記調嘢嗰啲 volume，shit， 安裝 volume 啊，死，ghost 跟住嗰隻 strike OK， 來過，天公 ，OK， 拜。到啲 Clubhouse YouTube 合併嘅人呢，頂隻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嚇，攞嚟記 subscribe 別記講subscribe 啦，佢就聽到頂面頂但 subscribe 咧是呢邊頂隻禮拜冇看到，呢邊 subscribe 咧是往係得落件事嘅通知到 ，OK， 感謝，拜。人攞情人嗰度當見，YouTube。